来看俄乌战争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乌克兰，宣布美国要提供美金4亿的军事援助、弹药、装甲车等等，继续帮助乌克兰对抗罗西亚。不过，美国大选剩2礼拜啊，若准是川普当选，美国恐惊就袂阁支持乌克兰，而且北韩即阵阁派兵加入战争，会害情势变阁较危险。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伫基辅外交学院发表演说，表示罗西亚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一场噩梦。这抓是奥斯汀伫总统拜登任期第4届访问乌克兰，也可能是最后一届。重点伫最近罗西亚当慢慢煞稳定伫乌东占领土，又拿美国拍拼帮助基辅加强防御。If Ukraine falls under Putin's boot, all of Europe will fall under Putin's shadow. 伫演讲前几点钟，伊宣布提供乌克兰4亿美金的军事援助，搁较侪弹药、装甲车甲反战车武器。 Thanks for the last package. 美国的总统大选要到啊，候选人川普表示，伊比拜登更较无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，这也互基辅可能会失去上大的军事甲财政的后援。另外，美国针对北韩派军帮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情形，驻联合国的大使伍德日伊甲联合国安理会讲，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。 This marks a dangerous and highly concerning development, and an obvious deepening of the DPRK-Russia military relationship. We are consult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a dramatic move.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指控平壤派1万人的兵力到罗西亚。乌克兰驻联合国的大使基斯利茨亚日伊甲联合国安理会讲，这个部队按算伫11月7日对乌克兰发动战争。根据首尔的情报，北韩决定派出12000名的士兵协助罗西亚拍乌克兰，想派约1500名的特战部队已经出发。国视新闻吴文玲编译。